怪自己太害怕講話，説謊都好真，做我自己太易會得罪。塑膠的複製人，對不起，我想忍，卻不敢不對事對人。若靠自己判斷我好壞，怕有失公允，但覺自己太易對不住。某處境的某人內疚得很，自責得深，如何可不顧人，精致人？人難道需怕善欺惡才可像個人？難幻想愛能感化。誰拿着一世平安去行賄好人，扮演壞人不敢。讓我自己背叛我的話，我怎麼敢分？讓我自己也恨我的話，才怎麼敢見人赤子心從幾近？如雪火可變賣都吸引。人難道最怕是欺惡才可像個人？難在所有事都相信。誰拿着一世平安去行賄好人，扮演壞人豈敢？被修抱後都有抱負先似人，誰曾落得輕鬆變壞人？人越想美善，想到太多，所以想不慢面對靈魂一考慢。